同款是开学来看，这台南市中西区成功国小呢，是因为校舍征收，所有的人已经搬离本校7档外的时间啊。今仔日开学呢，也无通搬转去原地的所在，就是因为虽然讲这新校舍呢工程已经咧收尾，也毋过即马消防检查是有欠点，所以因决定要伫咧改进了后才搬转去。大多数家长是表示讲会当体谅。 9月初，高中小开学，台南新光国小囡仔大声唱国歌，兼甲校长老师讲较早。不过，这算毋是伫家己的学校，是暂时伫文贤国中内的教学大楼。主要因为这间伫赤坎路边仔的新光国小，当初文化部拨8亿来修缮赤坎文化园区，连学校嘛做伙修建。煞时间期间，挖到历史遗迹，地书工程一直迁着。 到单7档外，游玩也袂好，有家长难免无奈，嫌送囡仔补习无利便。讲连咪要等呀，等我。等呀，讲1档外个。等我个袂好。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回到新的成功国小，结果没想到开学又有一点小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校长其实对品质蛮要求的，教学品质，然后还有学生的。 教学的环境蛮要求。校校师生300人，内底有450个是今年转来的学生，大家拢期待这个全新校舍通早期完成。其实这校舍已经咧收尾，无经过消防安检发现有真侪所在有亏欠，校方以校方安全为优先，强调等品质拢总符合标准，才搬转去本校。暂时先继续伫咧文贤国中上课，难免让部分的家长甲囡仔失望。送完件之后，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完全全整个做。 消防安检的改善啊，因为没有消防安检的改善，就没有拿到使用执照，没有使用执照，当然就没有办法送水送电。那目前是在申请使用执照的阶段。那我们使用执照大概会有一个前置的，就是消防的竣工查验的这一个审查，也就是消防的这个许可取得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接下来再取得我们的使用执照。 教育局表示，大家拢有公车接送囡仔上下课，减少家长的困扰。目前消防审查市府讲已经积极咧改善当中，到时等审查通过，就会使送去工务局来申请使用这招的许可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